日落東涌，女子200字3勝 Phoebe 黑帽，鏡頭下邊紀錄2分28秒1啊！加油啊！希望破到。好，200好蝦人油啊！好，頭堂睇下點先。加油 Phoebe！哇！嗰3個放到好快喎，暫時小組第4，唔同組可能會唔會帶快咗佢咧？睇下頭堂時間先，要32、33可能7點啦。好，33秒52，得啊！頭堂達標先，3352，2分29一定要。頭100要1分09、1分10先得啦。嗰3個可能唔同組啊，甩開咗佢啦。由自己啊，2分28啦，記錄。要09啊，0910啊。好，3線分段，1分10秒90。11090，好，睇後鏡啦，睇後鏡啦，11090，後尾堂要由1分18 ，Phoebe 韌力好嘅，咦，追到邊喎？1分10秒90，100 speed time， 好啦。好啦，睇150啦，睇下150嘅時間先。2分28，3線，15074，15074呢個由38，爆啊大佬，爆埋佢，爆埋佢，嗱過咗嗰邊，過咗6線，2分10、11、12、13。14、15，咦？加快啊！加快，去埋佢啦 ，Phoebe。18、20，好問好問，得唔得？哎呀，29啊！